爸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们家的油好像有点味道啊。有了，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只要我鼎泰丰油行的招牌还挂着一天，从我鼎泰丰出去的油就一定要是最上等、最货真价实的好油。我当初一个人来到台湾，什么都没有，我靠的就是这些油啊。这么大的难关，我们家真的过得去吗？海鲜汤，我还能往哪儿走呢？你往哪里走，我都跟。只要有你，我都去。哎呦，年薪100，怎么是200？想要做嘛个，风生一做，干嘛个呢？我们可以卖面。你这一大家子生计，光靠卖面难呐。不妨卖点点心。那好，我们就听您的，我们就卖上海点心。马哥呀，要我回去帮忙做小笼包？老面哦，是小笼包的种苗，嘛是灵魂啊。揉面要3光，手光、盆光、面光，擀面皮啊，要像有力又像没有力啊，才能擀出哦，像女人裙子一样会飞的面皮啊。包的时候呢，要推、拉、捏、转。退伍以后，每天都在店里忙着，心里却总是觉得很不踏实。所以我想请问贺老板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小笼包做到最好？最好？怎么样是最好啊？就是做到，只要人们一提到小笼包，就会想到鼎泰丰啊。很好，有抱负。不过这小笼包就只是市井小吃，要想做出不同凡响的品味儿，不容易啊。不同凡响的品味。对，我就是要做到不同凡响。可是贺老板，我该怎么做？简单。
品味。品味儿，不就4个口？满足了这4个口，离不同凡响亦不远矣。品味。季华，你看啊，这姑婆知道你喜欢吃这个南瓜哦，寄了1箱上来哎。季华，季华，哎，阿妈，其他餐有出来，乖乖的。皮啊，来吃咖的。哦，都在哦。哎，小笼包啊，是拿来吃的，不是拿来看的。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小笼包满足4个口？啊？4个口？哎，那不就是4张嘴啊？哎，1张嘴啊，已经是无底洞嘞，4张嘴，哇，那不是直通地心啊？贺老板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也想不透啊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看我们这小笼包啊，已经做到色香味俱全嘞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色香味俱全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看，哇，看了好看，闻起来好香，吃了，好吃，一口吞下肚，畅快又满足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样让小笼包满足4个口了。干嘛？什么？就你刚刚说的啊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眼睛、鼻子、嘴巴，还有一个呢？心啊，心啊。我知道了。嘿，眼睛看到好看的样子，鼻子闻到香味，嘴巴尝到味道，吃下去啊，心里满足。嘿嘿嘿，太好了，我们都做到了。那还烦什么？走了，睡觉睡觉。哎，对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啊。
怎么做啊？我还没想出来。你讲错胎啊？对，来做菜包哎，有事。菜包哎。哎，哇，好像很好吃哎。干嘛？喜欢吃酱头哎？吃唔到哎。哎呦，哎呀，好了，我就放在这边，你们饿了再吃哈。早点睡，有什么烦恼事情啊，明天再说嘛。哦，妈晚安。哎，晚安啊！哎，睡觉。哎啊，妈弄得捧场一下。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啊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吃饱了？哎，杨妈妈做的这个菜包呀，外观这么美，让人忍不住啊想咬它一口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应该从小笼包的外观做起啊。外观？可是我们家这个小笼包外观已经够美了啊。还不够，你看啊，这个太挺啊，这个太塌，这个也不好。哎，你这么挑剔啊，没有一个是合格的嘛。你要做到好，做到不同凡响，当然要挑剔啊。奇怪，到底是为什么每一个长得都不大一样啊？阿水师，阿水师，阿水师啊，阿水师，阿水。那关于做小笼包，我们有一些新的想法，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下去一趟？这么晚把我叫起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事哦。对啊，是真的啦。骗你的话哦，我们会肚子痛，发誓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就把你们丢到淡水河喂鱼了。奇怪了，昨天晚上好像我有听到楼下有稀稀疏疏的声音啊。我有听到呢。妈，快跟我们下楼啊！快跟我们下去，快！是啊，下去你就知道了。快到楼下，看到好东西啊！你们小心啊，慢慢走啊！快点，这边好东西哦！哎呀，救我！好，你来。是什么？哎，柯老板来，快！寇老板也来了。这事儿不是热闹啊。哎，公告呀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，都是这啦。哦。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没睡，就是为了做这个哦。哎呀，这两个家伙发现折子树会影响口感跟卖相，所以半暝都把我叫起来啊，加班咱做出来了。哦，这是10折的，15折的，18、21折、25折。原来这些小笼包褶子数都不一样啊！是妈做的那个网不菜包给我的灵感啊。
贺老板，这个褶子数会影响小笼包的口感吗？吃了就知道。哦，来，贺老板，答应了，答应了，来，大家都来尝尝，尝一尝。哎，你们大家觉得哪个折子醋的小笼包吃起来口感最好，卖相最讨喜啊？这个很难说啊。这个25折的好，15折，我觉得15折的。贺老板，到底折子数多少啊才比较适合啊？是啊，贺老板，您觉得怎么样啊？是啊，是15、18还是21呢15啦。贺老板，哪一种啊？8啊。说21啦。不急，不急啊，等等再说。小笼包应该冷了。影响小笼包卖相和口感，除了这个折子的数目之外，这温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。哦，对了，这小笼包呢，只要冷了之后皮就会变硬，那应该只有完美折数的小笼包，这不管温度怎么样，吃起来口感才会恰到好处。果然细心，所以啊，我要尝一尝冷掉的小笼包，才能下结论。来，10折。18折。21折。25折。贺老板，怎么样？哪一种好？15折，应该不错。听说上海100年包子老店哦，就规定一律15折。大陆气候干燥，15折软硬度刚好。台湾气候潮湿，15折恐怕太塌了。这个，将将好。18折，捏了18个折子的小笼包，不论口感、外形，都达到完美的比例，就像艺术品一样啊！米，以后我们的小笼包都捏18折，好不好？那好，我们就定下规矩，从今以后，我们鼎泰丰的小笼包，一律都是黄金18折。好，黄金18折，好。
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小姐，是有2位吗？两笼小笼包，这边2位吗？来，里面请，来里面请。妈，我刚刚看到好多客人哦，都忙着数折子哎，好像在上数学课哦，真有趣。对啊对啊，还有客人打赌，赌每个小笼包是不是都18折？一次叫了好多楼，想找找看有没有不是18折的。发莫完头了，工作认真一点。哦，做这蟹黄小包真麻烦，还要一片一片的挑蟹壳。不要看这个蟹壳小小的，一片都不能留哦。要是客人吃进去哦，会扎到喉咙哎。好累哦，挑得我眼睛都好酸喽。等一下，我再来把蟹肉挑松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好挑，而且更干净哦。这边请坐，谢谢。来，稍待一会儿哦。连续好几天来，每天都点一样的鸡中汤跟炒饭。切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哎，我炒的炒饭好，杨妈妈做的鸡汤鲜，客人喜欢吃，天天吃吃不腻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可是我倒觉得他跟一般客人不大一样。哎，不管，先送。您的鸡汤请慢用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哦，让你久等了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蟹黄小包。请稍后，马上来。蟹黄小包。蟹黄小包。老爷啊，哎，那个人今天居然点了蟹黄小包，哎，怎么办？客人上门来不就是要吃东西的吗？啊，他点什么东西，我们就给他吃什么东西嘛。啊，有什么好怎么办的？以前怎么办，我们现在就怎么办呢？不是啊，那个人啊不是普通的客人，是个高人哦。哎呀，什么高人矮人的，不管什么人，只要进了我们鼎泰丰的门，一律都是我们的贵客。我们只要做到啊，让顾客上门来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好像回到家里面吃饭那么舒服就可以了。阿彪，哎，蟹黄小包好吧？好，马上来啊！哎，记住啊，平常心。好，是老爷。好。
你们来看，你们大家快来看啊！报纸上面有消息，讲我们鼎泰丰的蟹黄小包很好吃哎。上报了，在哪？上报了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信义路永康街口有一家专卖点心的鼎泰丰，他家的蟹黄小包馅子里确实有蟹肉，鹅黄溶浆，汤鱼味正。好哎。这位先生把我们家蟹黄小包的好处全写足了。是谁这么好心替我们蟹黄小包做报道？傅振春。傅振春，这个人我捌听过。伊出身满清8大贵族，是一个美食家呢。难道那个高人就是傅振春？哦，哇，有美食家写文章赞美，我们鼎泰丰啊可露脸嘞。我靠，明天要多买点螃蟹咯。完了完了，我和大姐、二姐又要一直不停的挑蟹壳了。欢迎光临，你好，里面请哦，谢谢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好，谢谢。请问2位吗？来这边请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鼎泰丰的招牌真是越来越亮了。哎，基友啊，你看店里啊，天天都客满嘞。刚刚还有客人拿着报纸找到这来了。这下美兰有的挑蟹壳喽。欢迎光临。美兰啊，她早就累得投降了。还好有桂美在帮我妈的忙。桂美，哦，还好有桂美啊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还有人拿着日本国旗带着队伍来嘞。来ましたよ。皆さんここは雑誌に載っている鼎泰豐的有名店です。鼎泰豐ですか？この2人はこの店のチブさんです。でもいいですか？好，我们可以跟你们照个相吗？可以。とてもいいですよ，どうぞ。撮ります。チーズ。好像变成观光景点了。是啊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もう一度お願いします。这个杂志上还有我们的照片嘞，真的。哦。チーズ。哎，どうぞどうぞ。哎，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。哎，どうぞどうぞ。哎。看来现在我们不仅要剥更多的蟹壳，还要增加人手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老板，您知道吗？自从我们研发出这黄金18折之后啊，
不但有很多那个美食家写文章推荐我们，还有在日本的一位裘先生哦，在日本杂志介绍鼎泰丰哎。所以现在店里面啊，每天都有很多日本观光客慕名而来吃小笼包，几乎天天客满。贺老板，把平凡的小笼包做到不同凡响，我是不是已经做到了？最动人的艺术创作，并不仅仅是技术而已，料理也是。这除了技术，难道还有其他的吗？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。食物料理最高的境界，并不单单只是要料理人的口腹之欲、肠胃之需，还要料理人的心和灵魂。心和灵魂，这要怎么料理啊？贺老板，那不同凡响，我到底做到了没有？去吧，你还有好长的一大段路要走呢。哦，这贺老板讲话怎么那么深奥？什么米粉肥肠啊？啊，不是，是灵魂味肠啊，很有学问，了不起啊！哦，还有那个阿水师啊，说什么每包盐跟糖，甜度跟咸度都不同，调味前还要先尝过，再调整用量。这两位大师说的话，我一句都听不懂啦。对啊，当初阿水师呢说我们准备的食材啊，除了这面粉之外，其他都不合格。不过啊，不管我们懂不懂，我们一定要把鼎泰丰小笼包做到最不同凡响，好吗？嗯，好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哦。那这两位吗？来，里面请，来里面请哦，谢谢。里面请，里面请，请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两位吗？来，里面请，谢谢，谢谢光临哦，谢谢光临，请慢走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拿伞，拿伞，去拿伞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伞马上就来了。哎，雨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来，不好意思，伞先拿去用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谢谢你们了。下次回来记得带就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慢走，慢走，谢谢，请用伞，哎，谢谢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哎，慢走，慢走，哎，谢谢，欢迎下次再来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谢谢。最近梅雨季，然后你们明天多去买几把伞，哦，这样子客人可以用，知道吗？哎，好。雨下这么大，我们的生意都没有受到影响，真是要谢谢老天。马上来。妈，你干嘛煮姜汤啊？客人越来越多，我的心就越来越不安。你是怕我们小笼包做的不够好吗？不是，是看到客人要被雨淋。如果来鼎泰丰吃饭的客人不用忍受被雨淋和排队之苦，那该有多好！我不考虑。火气不要这么大嘛，你慢慢听建华说嘛。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我们这栋房子的钱才刚要还完，
他又要去跟银行贷款搞装潢整修啊？啊？你让我们一大家子住到哪里去嘛？我已经在附近找到房子，够我们一家人住了。看，计划这么细心，这么做事有效率。那还得跟银行借多少钱呢？那你就不能让我过一过无债一身轻的日子啊？我借的我自己会扛。你扛？你扛不动了呢？那还不是我们两老接着替你扛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我们俩也要心甘情愿的扛啊。还有啊，这话也是你说过的，他只是奉命行事。啊？我说，哎，季华，你说，我什么时候命令过你要扩大店面的？我什么时候命令过你从1楼到3楼都设座位的？爸是没有这样说过。哎，你看，没有嘛，我这话不是我说的呀，你不要乱栽赃啊。那你有没有说过要让客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？来到这里吃饭像回到家一样，有没有？有，这话我说过。那我问你，谁回家吃饭要忍受风吹日晒雨淋，排队等半天的？是，来麻烦，这是我们菜单，请先参考一下，等一下再帮你点菜，谢谢。先请问几位？2位好，来请。来这边请坐，谢谢。红包好，请先等我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搞什么？赶快收一收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对不起，请慢用，请慢用。哎，搞什么？这大包里面怎么是冰的？这怎么吃嘛？对不起，马上帮你换1楼。哎，美金，赶快去厨房换一盘。可是什么？厨房单子太多，没办法一下做得出来。好，没关系，先送去。好，先，对不起，马上帮你换一个。拿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等了那么久了，怎么东西都还没送上来啊？先生，对不起，请再等一下，我们没有点蛋炒饭。快一点啦！好，请再等一下。炒饭是我们这边的，对不起，你们点的东西马上就会送上来，请再。哎，我们先点的。什么？你们先点的？我们也点了。我们点多久了？我们也等很久了。我叫你们等很久。什么？我们先点的。什么？你现在要抢是不是？两位先生，不要，我跟你抢。两位先生，冷静一点。两位先生，冷静一点。没有关系。哎，先生，不要这样了，先生，冷静一点。好了，冷静，好了。两位停一下好吗？你们今天吃的东西都算我的，好不好？请先回座好吗？哎，怎么没有盖好？这样食物都冷掉了。不是说做坏的不能拿出来给客人吃吗？为什么还拿出来？对不起哦，是我疏忽了，我马上帮客人换1笼。不必。我不是说过，做坏送错的东西不能送给客人吃，为什么还送出去？哎呦，我们师傅啊都快做不出来了嘛，与其让客人挨饿等候，不如先填饱他们肚子啊。我们鼎泰丰不是光填饱客人的肚子，哎，更重要的是品质。以后这些做坏送错的东西，通通给我丢了。马该啊，通通丢掉。哎，这些东西啊都要成本的。我才不管成本怎么样啊，最重要的是品质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懂啦。阿彪，你去哪？阿彪。这里不准抽烟，你知道吗？抽烟会影响你的味觉，更会影响顾客的嗅觉。你是做食物的，连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啊！你们就是自我要求不够。最近不是菜送错，就是汤不够热，就是包子真的不够熟，乱七八糟。你专业到底到哪里去了？哎呀，你念够了没有？你吵什么？你怎么样啊？要打架是不是？对呀，怎样？哎呀，怎么样？要打架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要！你干嘛呀？不要打架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问他。
这样子吵吵闹闹的，打打闹闹的，像话不像话？我给爸听听够没？啊？杨妈，跟银行按头啊，菜单又满天飞啊，大家都累得跟狗一样。地方，没有人性，一进来看到什么都要骂，什么都看不顺眼，什么都要骂。做不好当然要骂啊！怎么样？你以前说小笼包让你露脸，现在呢？你丢小笼包的脸啊，你丢鼎泰丰的脸啊！好了好了，你说我丢鼎泰丰的脸，说我丢小笼包的脸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不干了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心欢好啊！杨妈，没个新的安排，那地方哦，没有人信了啊！你说谁没人信？你说清楚啊！怎么样就没人信了？怎么样？住手！你呀，就是这样要求啊！你有告诉过我们要怎么做吗？你有帮我们想过办法去做吗？你有站在我们立场替我们想过吗？来，来。飘呀，飘。杨妈，你们是个欠翻哎，你阿爸我真嘅唔可以做嘢咧。机房心里都暗涌啊，莫欠啊，你转去哦，你会骂佢。唔是的啦，反正机法都讲咧，挨老鼎泰丰小笼包吼，下面皮，出错挨这咧，鼎泰丰咩唔会做唔下去啦。迄唔可以哦，做唔下去。不过，你敢判得用下鼎泰丰？老機法對鼎泰豐嘅心都強用嘅。佢按扭招哦，挨張老去冇強用啊，等下隨時哦，不用了做嚟，挨對老佢辭條路嘅。小笼包高手，居然连个包子都包不好，可见心乱如麻哦。何老板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说我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了。鼎泰丰口碑有了，要上层楼本来就不容易啊。阿水师，你也放假这么久了，该回去了吧？我不回去了，我要登去庄稼种田去了。可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你不能不回去啊！当初是贺老板找我去鼎泰丰包小笼包的，今嘛你都学会了，还给我研发什么黄金18折，应该和我登去啊！哦，贺老板，快帮我劝劝阿水师吧！劝啥么子啊？阿水师就只会包小笼包，可你现在要面对的，已经不是小笼包包的好不好的问题喽。你呀，你是怎么待人的你？啊？怎么连阿水师都留不住啊？哎，我真后悔，我当初答应你搞什么扩大营业，那搞得这样人仰马翻的，你真是……哎，金华，爸爸说话就是这样硬邦邦的，你不要往心里去。他只是为你着急。爸爸对我不谅解，员工反弹，现在阿水师都离职了，阿彪也跟我唱反调，真的觉得我是众叛亲离，讨人厌。没有这么严重，我不是还在这里吗？在妈妈心中啊，你是最好的，即使天塌下来了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可
现在鼎泰丰就像台风过境一样不平静，每天上门排队买小笼包的客人还是这么多，我真的压力好大啊！我真的很怕哪一天开天窗，这客人上门来，就什么东西都买不到。妈，我真的怀疑我能力把鼎泰丰做好吗？妈妈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可是我再怎么没人性，也是为了鼎泰丰好。只要鼎泰丰好，他们也会跟着好啊。为什么他们都不能体谅我的心情呢？季华，你要他们体谅你，你要先学会体谅他们。咪咪啊，遐迄爱做嘛个啊？妈妈，计划讲了个东西做唔到本领学识啦，我又无摕来。还无摕啊？很大手哦，做唔到本领学识，我做唔到无摕了。遇到也细细个小笼包哦，师傅个事哦都起票咧，爱炒也着个翻啊，阿飘个事啊，接上弄到，哎呀，痛到要死。迄讲要倒摕咧，迄怎唔攀得？接下来的要求，恐怕要被你们说成是不懂得体谅员工的人了。大家注意，为了让客人可以吃到最新鲜甜美的虾仁，从今天开始，在剥虾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在最佳温度，摄氏7度。这里是厨房，不是冰库哎。不可能了。还有，为了保持虾仁的鲜美，在整个剥虾的过程，从退冰之后不能超过15分钟。以我们后厨的人数跟每天用虾的数量来算，剥一只虾不能超过4秒钟。后厨的师傅是人，不是机器，不可能。只要用心想做，没有不可能。首先，要用最快的速度剥掉虾壳，剔除泥肠。再来，要把这个虾仁放在铺了玻璃纸的冰砖上面，这样可以防止虾仁碰到冰水，影响品质。再来，剥好的虾仁分成4个等级。5.4公克以上用来炒饭，4.1到4.3公克用来做烧麦，3到4公克用来包虾仁饺子，2.9公克以下拿来做馄饨。那样做实在太麻烦了。就是啊，这样会增加很多工作量哎。品质要提升，不能怕麻烦。如果没有按照刚刚的规格做的虾仁，通通作废，绝对不可以拿出去送给客人。里面有没有胃药？我不知道啊。
里面有没有胃药？这里有没有胃药？是不是在前场紧张到胃痛啊？不是，是杨妈妈胃痛要吃的。啊？哎，你去帮我拿胃药。我妈平常不会胃痛的啊，怎么会？是啊，杨妈妈怎么会胃痛啊？每天吃那么多你们做坏的、送错的小笼包跟炒饭，肠胃不撑坏才怪。我知道季华，你要求是为了提升品质，但是师傅们也已经很尽心尽力了。我是在想，有没有什么可以两全其美的办法？不然再这样下去，杨妈妈的胃迟早会撑出毛病来。好，大家就照老板指示开始工作。季华，你要他们体谅你，你要先学会体谅他们。先生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2位，好，麻烦里面请。来，这边请。2位里面请，这边请坐。是，请坐。这是我们菜单，请参考一下。2位今天想要吃点什么呢？好，小笼包跟蟹黄小包各1份，鸡中汤、酸辣汤各1份。好，炒菠菜。好，这样应该是够了。如果不够的话，等一下再帮您加点好吗？好，请等一下。来，小芬拿到厨房。不好意思，请稍等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好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几位？4位吗？好，里面请。你好，请问几位？2位是来里面请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几位？2位是不是？里面请。来，请跟我来。这是我们菜单，请先参考一下，谢谢。再帮你点菜，谢谢。先生，请问几位？2位，好来。这边请坐，这边请坐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你好。桌上我们菜单，请参考一下。来，先生你好，请问1位吗？来，这边请坐，谢谢。2位，好来。2位这边请坐。桌上的菜单先参考一下，等下帮你点菜。搞什么鬼啊？做了半天，谁怎么还没来？哎，先不好意思，马上帮你送餐去。来。面我点是蛋炒饭。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马上帮你换一个。什么啊？请等一下，马上帮你换，不好意思哦，这样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请慢用。哦，好，来，马上帮你点菜。我要点什么？喂，请等一下，马上帮你点。请问你要吃什么？好，快一点啊！好，妈妈。喂，先生，对不起，我搞错啊！不好意思，马上帮你换1笼，请等一下哈。老板，我有点。来，啊，你有点啊？我点哎，你点3笼哦。我先点的。你们点3笼，不要抢好不好？不要抢，大家都有，先生不要抢，大家都有。先生不要抢，先生不要抢哦。各位，对不起，你怎么了？我只会开骂，只会要求，却不懂得体谅大家的辛苦。
是我失职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一定会找出办法，告诉大家该怎么做的。请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以前站在这里，看你这面招牌，总觉得欢喜得意。现在反而是种压力，更是种责任。以前跟你站在这里，一起欢喜得意。现在，不管是责任也好，压力也好，我决定了，还是继续陪你一起站在这里。鸡汤又要麻烦你了。不会，忙了一整天了哈。不，把衣服换下来。是。早点回去了哈。好，谢谢杨妈妈，再见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是，好。杨先生，我先回去了。辛苦了。不，杨妈妈才辛苦呢，她还在里面包馄饨呢。妈，该休息了吧？这把，坐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这把，鸡汤。妈，你喝啊。哎呦，你喝啦。这个鸡汤哦，是师傅在炉边哦守了1、2个小时做出来的。我这个没事的人喝啊，浪费啦。你喝啦，最近比较伤神，要补一补。妈，你总是会替人着想。妈是苦过来的，知道别人的难处和苦。就像你现在，妈妈知道你心头有多苦，肩头的重担有多重。打从我决定留下来做小笼包，我就一直想把底摊风做到最不同凡响。
可是我没想到会这么难啊！妈妈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不知道什么叫不同凡响。妈妈最大的心愿哦，就是希望鼎泰丰的厨房呢，就是大家的厨房；鼎泰丰的餐桌啊，就是大家的餐桌。每一个来到鼎泰丰吃饭的客人，就像在家里呀，吃到妈妈刚从厨房里做出来的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菜，而且是把它们放在心上、用心做的料理。只是要做到这样，鼎泰丰的员工哦就会很辛苦。有的时候啊，看他们成天这样子楼上楼下的奔波，一边要招呼客人，一边要担心啊，刚出炉的菜送到客人面前够不够热，要被客人嫌，还要被你骂。有的时候我看到好心疼，看着他们前场啊这样子跑来跑去，后厨这样忙来忙去。一句话，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如果鼎泰丰的孩子啊，每一个都有轻功的话，该有多好。轻功？如果有轻功的话，几秒钟之内呀，就可以从1楼送到2楼、3楼、4楼，然后客人都可以吃到刚出炉热腾腾的小笼包。几秒内从1楼送到4楼？还有啊，如果每一个孩子啊都有顺风耳，都可以千里传音的话，顺风耳，千里传音？是啊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点单、送单、出菜，过程一定会很流畅。即使客人啊3改、4改、5改，还是一样可以吃到热腾腾的小笼包。那这样子，我们的员工啊就不会那么辛苦，多好。哦，杨妈在说梦话，你也信哦？哎，没有人有顺风耳啊，更没有什么轻功千里传音啊。啊，轻功、顺风耳、千里传音。传菜梯设计图，对讲机哦。对啊，我妈给了我灵感，所以呢，我打算装对讲机，盖传菜梯，这样鼎泰丰就会有轻功，就会有顺风耳啦。你破点了，这个要花多少钱啊？光传菜梯哦，就要花50几万。那该啊，50几万哦。哎，我1个月的薪水哦，也才7、8千块，你要花50几万做这个传菜梯啊？这非做不可，现在不做，以后一定会后悔。哎，你以为你是那个什么行政院长做10大建设哦？哎，50几万呢，够你请有7、8个员工上上下下跑来跑去啊，专门帮你送菜了啦。哎，你要想清楚哦。可是啊，有了这传菜梯之后呢，就可以避免员工上下跑来跑去累得要死啊，又不会送错单，客人也不会等太久，还可以控制食物的温度。哦，还有啊，有了这对讲机之后呢，客人只要一点菜，我们就用这个对讲机通知厨房，那他就可以用这个传菜梯赶快把菜送到客人面前啊。在这蒸笼一送到，一打开，小笼包还冒着热烟呢，就好像在自己家里用餐一样啊。这样啊，才叫宾至如归。你这样讲哦，是蛮有道理的。可是这个投资实在太大了，你爸爸会答应吗？放心啦，我爸这一次啊，一定会很满意。
要嘛？要嘛？依法哦，然後條咁樣研究起來啦。哎，你有咩用啊？你外面唔知啊，夾夾要欠翻記得啦，兩個人去識啦。好。荒唐！这个传菜题我不做啊，对讲机也免谈，通通给我拿走，拿走！爸，我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吃摊了，这一定要提升的啊，客人才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。我不搞小吃摊了啊！不搞小吃摊，你搞什么？圆山大饭店呐？我看呐，你是犯了不切实际、好大喜功、虚荣的毛病。我这么用心的为这家店规划未来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好大喜功、不切实际呢？你不要这样子啊，这把爸爸没有别的意思，他只是比喻。我不是比喻，我就是反对。李毅，你不要这样说话嘛，这把。这个店是爸爸带着我们全家辛苦打拼出来的，他小心是难免的嘛，哈。妈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你会这么做吗？我可不是随便提出这个想法的，我是经过仔细盘算的。哎呦，那你这个算盘还真不会打呀！啊，你还敢这么做呀？啊，50几万啊，多大的数目啊！我们师傅要包多少小笼包，捏多少褶子才凑得足啊？你要是做垮了呢？做垮了怎么办？为什么不管我做什么，你都不相信我？哎，春华，不要这么大声跟爸爸说话。你不要每次都这样说嘛。你才不要偏袒孩子，这孩子都被你宠坏了。我这店要是垮了，我没饭吃，是我儿子闯的祸，我心甘情愿。可是鼎泰丰呢？鼎泰丰这么多员工，这么多师傅怎么办呢？我不会让鼎泰丰到那个地步的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了鼎泰丰的将来啊！将来，眼前就快被你败光了，还提什么将来？你不要这样讲话，会伤孩子的心。讲了也好，讲了我才知道，我为这家店费了这么大的心，原来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会把这家店给败光。好，为了不让我自己把这家店败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做了。我不管了！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啊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子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真以为店里没有你就不行了是不是？你不想干了你就走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随便你。走就走啊！爸爸，不要这样子，去跟爸爸说对不起，他会原谅你的。我没错啊！你没错，你没错是我的错吗？岂有此理！你要走就走。以后店里的事不要你管。你们父子两个可不可以不要吵啊？跟客人一步好不好？爸爸，快去跟爸爸说对不起，他会原谅你。快去。妈，只要是对的事，不管是谁反对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啊！现在我留在这边，好像只会惹爸爸生气。我看我非走不可。去吧，去吧。你快点把他留住啊！你让他去哪里？他要走让他走，我不能让鼎泰丰败在他手里。你真的不留他是不是？他要是真的走，我也要走。盆妹，盆妹。一定要走吗？鼎泰丰已经不需要我了。可是，你去日本要做什么呢？先读书吧，其他再说。何老板，我虽然没能让小笼包成为不同凡响，可是我终于明白，如果没有一颗为员工和客人着想的心，是没有办法成为一流的餐厅的。看来你是开窍了。
小时候，我爸跟我说过，能得人心才是最高明的生意。我很认同，可是我们理念相同，做法却大大的不同。为了不忤逆他，我只好自己。你说你的做法跟你父亲不同，理念相同，是不是因为我说了品味4个口的关系，让你一心一意的想要做出一个不同凡响的鼎泰丰？我感觉到鼎泰丰已经在你心里头生根了。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，总还是会有一条线跟鼎泰丰拉着，让你日日夜夜的牵挂着。计划要走。计划在等你啊！要走就快走啊！还等什么等啊？哎呦，时间真快来不及，那我去催他走啊！哎呀，季华这个孩子，哎，真是的，去日本啊，住在人家家里面，连礼物都不会带一个。我拿一罐茶叶下去给他，顺便骂骂他。永远蛮现阿爸，出永远蛮现来的，强勇啊，硬劲。季华呢？季华呢？刚坐上车去机场了，就像你满意了。爸，哥好像舍不得走，一直拖到最后1分钟才上车。爸，你这茶叶是要给哥带去的吗？你们喝。计划上坐我睇，天天酒就赚啦。万年嫌弃哦，爱讲压着花，老计划叫走。哎呦，这南门人笨蛋就唔爱讲好听的话啊！喏，是才有。唔讲好听话，一做唔得同啊，说嘛叫走啊。姑嫂，我将要包袱的款款的照转来啊！按照转来，病业对这片3,000万元出本意思。尊敬按病的落是嘛？当然哦，我爱啊，我本其事，让你起价哦，太过分。今年的碰风茶很香啊！病姨啊，听说董仲依林，哪边买的啊？啊？
照顾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到日本了，自己要小心哦，要小心回来。放心啦，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到日本我一个人没问题的，不要这么担心。要留时，去把东日本，唔知都去做乜嘅。早上8点半，鼎泰丰已经开始在忙了吧？如果季华不把我们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放在心上，你们父子俩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他也不用一个人孤零零的跑到那么远的地方。你父亲帮你准备的日本飞台北的机票。季华，你不是要讲吗？妈，你别吵我嘛，季华。你爸爸是要跟你说，对我，你不要急嘛，那叫我怎么？你跟季华讲，他决定要扩大营业，这是对的啊。我们把鼎泰丰交给他经营也是对的。你要讲，你讲嘛，你讲。季华，爸爸说啊。哎，对你跟他说。我都听到了。妈的身体怎么样？医生说，妈只剩3个月。这些药材很有效哦，像你太太一样，得了癌症末期，吃了这些药材恢复很快。妈，我不要你离开我们啊！你要记住，新冠度上到20给你做出来的小笼包，才会永远留下来。